到真正有影，人讲我现在到我的身上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就对啦。就是呢，这是人说不言可用，不行可容。那么现在来讲不言可用，今年去看到，对，发药就是一样，伊达到伊无量，伊无上，所以呢，你讲这个不言可用。但是爱是他所以那就说咱们直接讲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啊。那么其实以前医疗的就是建立当中，那么这样来建立那是把医疗医生，把咱医疗咱来讲医疗员的做来医生，咱来就是以前有看到听到，所以比较不知哦。所以咱老师那甲你讲，相片就是你动作就是紧张就是来讲，即个讲嘢啊。咱唔是啥呢？咱唔是语言发展那么今日呢，咱们有咱比如讲讲书诶，讲分数轻则习得啦，叫比数。你家压这个比轻的，这有方法啊。我分数的就是咱今天书诶，那么。